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国内外的大代志。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昨暗飞到咱台湾，带团来台湾访问。伫拄则，伊已经入去立法院，甲各国咱朝野的头人见面。咱来看上新的画面，会当看到佩洛西今仔日是穿一束白色的套装，已经行入去立法院。这是即马9点上新的画面。也毋过，因为立法院的院长游锡堃确诊，早起的是快胎，伊也是阳性，所以即届佩洛西到立法院，也是由副院长蔡其昌来接待。那佩洛西早起会当看到讲，伊即马边仔是徛一民进党的总调华建明，即马伊行入去立法院，会由副院长蔡其昌接待。10点的时，佩洛西阁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来关心国内外大代志，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昨暗10点44分，伊是坐专机带团飞到咱台湾，伫松山机场是由咱外交部部长吴钊燮代表咱政府去接机。昨暗伫松山机场附近，阁有佩洛西住的饭店，拢有出现人阵，有人是去表达支持甲感谢，也毋过嘛有人专工去抗议。若伫桃园机场。昨昏嘛有收到恐吓批，放条讲要伫机场放炸弹，警方有追查写恐吓批的网络网址是对国外来 IP。若佩洛西来咱台湾访问，伊今日规工拢有行程。透早伊就先去 AIT 啊，9点头早看到是伫立法院，10点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即马咱来立法院这边是由蔡其昌接待，佩洛西按算伫下晡5点的时会离开咱台湾。暗暝中，天顶的光点愈来愈大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所坐是苏公司军机，随日暗10点44降落上山机场。82岁佩洛西穿着粉红色的套装落飞机，看起来精神袂歹。咱国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接机，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小雅也到场迎接。伫当25天了，国在乎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来台湾，有真侪民众伫咧机场附近等咧看这历史性的一刻。全车对上机波赛赛，国营大的饭店，沿路拢有警力维安。饭店内面外口有抗议的统促党白龙张安乐等人，讲要甲朋友来啉咖啡，也欢迎佩洛西来台湾的台湾基进家大道联名等团体。佩洛西到台湾了，是伫 Twitter 发声明，讲这边访问代表美国坚定不移致力伫咧支持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咱总统府甲外交部拢表示欢迎。这次佩洛西议长他首度访问亚洲，就将台湾纳入行程，也充分展现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也再次彰显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坚定支持。佩洛西是伫咧1997年迄当阵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去了25年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美国政要。伊今仔日的行程也排甲正密，早起伫饭店内面实行会议，9点拜会立法院，10点会晤总统蔡英文，11点开访台记者会，12点台北宾馆正到，下昼2点参观景美林环文化园区，按算伫下昼5点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咱台湾访问，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侪单位拢气噗噗。中国嘛发表声明，表示佩洛西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若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嘛有调见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对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另外，昨暗中国解放军嘛宣布要扩大军演。美国方面，美国的瑞金号等4架美国军舰，今仔日嘛驶到咱台湾东部的海峡。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了，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中国国防部甲中国全国人大拢发内容差不多的声明。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勾连外部势力作乱，执意邀配访台，其行径是非常危险的，势必引发严重后果。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戒备，
将展开一系列针对性军事行动，予以反制。中共解放军初二暗11点宣布，自初4到初7，伫台湾周边6个海峡甲空域进行军事演训行动，并且组织实弹射击。对画面来看，差不多甲规个台湾拢包围，其中东北边区域离新北市孔下寮只敢若18公里，西南方海域离屏东的垦丁只敢若16公里。这段期间，船甲飞行器不准进入，就敢若是封锁台湾3天。伫佩洛西访问台湾进前，中国已经宣布一连串的军演，包括初2透早开始北海甲南海实弹训练。新华社报道，伫台湾海峡的大型海上巡逻舰海巡空域已经伫咧初2进入福建省南部海峡执行巡航任务，会连续7天。因为美国方面包括航空母舰在内4台美国军舰，目前正伫咧台湾的东部海峡开始美国海军所讲的例行性部署。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的海军官员讲，明年资金协助动力航空母舰雷军号已经经过南海。目前正伫台湾以东、菲律宾以东、日本以南的菲律宾海峡部署。安提弹劾飞弹巡洋舰、西京4号驱逐舰最近作协，因会当对任何情形做出反应。尼泊尔号两栖突击舰也伫咧附近的海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佩洛西来咱台湾访问，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军舰伫咱东部外海，若美国的航空母舰冒出动，威胁佩洛西专机的安全。另外，咱国军嘛有强化战备，幻想战机挂飞弹驶到台东的制航基地，嘉义基地 F-16V 战机嘛挂实弹飞升空。若咱总统府甲外交部的网站，伫昨昏也拢传出受到境外网络的攻击。幻象战机伫新竹机场做正常的飞行训练，应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众议员访问团伫初2暗到台湾，有10台幻象2000挂飞弹进驻台东制航基地。海空部队拢加强戒备，国防部虽然强调无提升战备等级，但国自初2中昼8点到初4中昼12点强化战备。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可以充分地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并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态度，缜密整备各项计划，按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依敌情威胁，派遣适切的兵力应处。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你向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国再派军机侵扰咱西南空域，严过国防部澄清，中共所35型战机飞过台湾海峡的传闻毋是事实。就伫佩洛西到台湾进前，总统府官方自晚5点外开始，受到境外DDoS攻击，官方无法度显示，咱政府的英文入口网站，抑个外交部的官方也被攻击无法度震动。每经过处理，拢已经恢复正常。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开的资讯，中国南京号飞弹驱逐舰、安阳号飞弹护卫舰，佮一台舷号2的7辆舰，驶向咱国东平海峡，南方对因的动态拢有监控掌握。伫咧美军方面，航空母舰雷军号战斗群自菲律宾海向北平驶，不过各方认为，虽然大家拢有动作，不过战争的可能无大。目前似乎没有出现武力犯台之前，必须要有的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前推、物资、人力动员的这种情形。我个人也不认为他会去过分的接近或者是骚扰佩洛西的专机。各界也拢认为，伫佩洛西离开台湾了，这个区域的情势也个会紧张，所落来会安怎演变，也个美国、中国安怎过招，也个爱看。记者综合报道。这是头拄看到佩洛西伫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佩洛西今年82岁啊，伊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拢真硬，嘛长期关心人权，包括天安门事件、香港、新疆也甲西藏，伊关心中国人权的议题。佩洛西这30多年来的政治理念拢无改变。82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按算初一暗时飞到台湾，也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其实佩洛西为签证初期，一直是中国政府严厉批评者。佩洛西自1987年开始做美国众议院议员。根据 BBC 报道，1991年天安门事件2日了后，伊亲身到天安门广场，甲同事向遇难者致意。中国警方发现了后，将因赶出广场。同一年，伊提出美中法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啊若无取消对中国做回个台股，迄时阵法案已经通过，参众2年，后来老布希动用好国权才会失败。
2019年9月反送中示威了后，香港政治秘书长黄志峰等人去美国国会参加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听证会，迄时阵佩洛西都正支持，佮邀请香港人出席共同记者会。For 15 weeks,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have sent a stirring messag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bout the dream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can never be extinguished by injustice and intimidation. 同时也关心新疆甲西藏人权，除了真济摆强调美国有基本关注维吾尔人再教育赢议题，领导众议院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以外，也出席今年6月世界各国机关西藏大会，表达支持西藏人民。这摆佩洛西的亚洲行暗算访问台湾，也说明伊伫30多年政治路顶悬一直保持信念。公司新闻王亚芳报道。中国海关总署是表示，因为在台湾食品公司无完成经营注册，所以才暂停进口。但农委会是表示，受影响的有一寡是水产品，也有茶米加蜜，若这个产业，农委会表示，肉食产业受冲击，但政府一定会提出相关的措施协助业者。伫中国海关总署网页查询注册消息，一旦看到台湾企业为是有效，为是暂停进口。水产工业农业工会指出，84间会员一半叫人暂停进口。进前对方通知6月30进前更新注册，完成补件。按过会员无写清楚，即马是补件无完成，还是完成补件了后，互人退件，也搁设法伫查。尽量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东西，希望他们能够站在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能够也是用一个合理的角度来面对这样子的事件。工会表示，有会员对向来的暂停输入无法度应对，目前是先做好完备停输，名单中完后未少渔船暂停进口，对渔民的生活冲击有偌大哩。其中琉球区渔会表示，确实的状况也有待官方调查。如果量很多，当然会冲击到嘛。如果说它量本来就不多，当然没有什么影响嘛。但你少一个市场，当然会影响嘛。是不是因为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特别来访问，中国国对台湾农产品出手禁运？农委会表示，眼前先辅导业者完成注册。中国大陆并不是禁止我们所有的食品跟农产品的进口，还没有完成注册登记的原因，那我们农委会已经在进一步的跟个别厂商来联系了解。中国去年要求全世界输往中国的食品企业拢爱申请注册，期限到6月底。农委会是讲已经有协助水产品、茶、蜂蜜这的产业配合办理，拟做即届有冲击的研究应用。台湾饲蜂协会是讲，国产的蜂蜜产量有限，主要是自产自销，初步无看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咧，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刚同款受低压带影响，各地拢有低渐准雨，也是雷公雨。尤其伫南台湾高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屏东、台东甲澎湖三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水气嘛真高，对流嘛较旺，又出现剧烈的天气，各地有可能会向上大雨。尤其南部、东南部雨拢会较粗。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屏东、台东甲澎湖三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若过到北部的雨嘛变较粗。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高温是伫32度至33度左右，感觉无遐热，较舒适。若明仔载拜四，水气同款较济，南边的天气同款是无啥稳定。东南部、中南部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是过到了后有雷阵雨。若拜五开始，咱台湾阁会受高压的影响，会恢复热天、高温烧热的天气形态，过到会落西北风。另外，要提醒乡亲，这2天若是要出门，一定爱记哩早，雨满雨伞。今仔日咱台湾同款是受低压带影响，拢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到礼拜日的时，伫南海阁有热带扰动，有机会会加做今年第7号的风台。不过目前看起来未影响咱台湾。不过东南部恒春半岛会受外围水气的影响，雨水就变较高。这2天全台受低压带影响，拢靠低延时强降雨。拜三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南部地区甲澎湖也注意强阵风，一直要到拜五，今日天气才会较暖和。
星期五开始，太平洋高压就比较会笼罩在我们上空。当然，势力不像前2周那么的强，但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降雨会比较缓和。太平洋高压牺牲之后，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大概至少有1个礼拜后，大概会有3到4个台风可能就会相继的接续的会生成。专家分析，这1月南海上扰动有机会加做第7号风台，目前观察未影响台湾。不过8月是风台真济季节，请民众爱注意天气资讯，优先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金管会搁抓到开发金大股东高中营干有公司决策，互金管会发。金管会昨昏对开发金罚2840万，有6个董事甲总经理红停职也是调降薪水。金管会嘛建议开发金应该向大股东甲前高层要求赔偿。来看《中国时报》。最近，清在传出有国人因为互外国讲薪水真悬的好康城着互骗去柬埔寨食头路，又个买护照会互扣押，而且佫会互关起来互苦毒。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昨昏就开记者会是亚讲，即马平均逐个月拢有超过1000人飞去柬埔寨，又过倒来咱台湾的人数是拢无到100人，所以有9成的人拢唔知影去倒位。来看《中国时报》。高州的疫情即马伫美国有加悬的趋势，美国的加州、伊利诺州、纽约州陆续宣布进入高度紧急状态。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超过5800人去围掉。另外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3000多个本土病例，佮有84个中重症，甲31人死亡。另外，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咱国内新冠病危门诊即马有108间，嘛有收到3174个患者。若老病危的年龄层是以31岁至50岁民众上济，占4成5。国内新冠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次增加23302例本土个案，84例中重症，其中2例是 MERS，31例死亡。死亡个案当中，上少年是一名40多岁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压，不过无规则控制，因为喘气困难、意识改变上急诊，发现倒病脑出血，佮确诊新冠肺炎。经过治疗，医院因为新冠甲脑内出血并中枢神经衰竭死亡。最近出现8.5本土个案，有国内专家认为8月7日恐惊是8.5疫情改变的时间点。目前看起来是还有在下降的趋势啦，但是下降的幅度其实不大所以可能这个礼拜或下礼拜都有可能会出现某一天，那就是会较前一周同期比较高的状况。郑天雄表示，目前社区的8.5阳性指数、病例数也较稳定，病例数降的幅度无大，主因就是伫个人流增加。观察国际情形，若到低点开始伫8.5进入社区了后，过几礼拜就可能开始提悬。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今仔日国内外的大代志，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拄则昨昏伊到咱台湾访问，拄则已经入去立法院，甲咱国会朝野的头人见面。会当看到画面，佩洛西伊伫透早就出门透早伊先去 AIT， 刷落来是去立法院。立法院院长尤锡坤因为为着去确诊，所以伫早起快太同款是阳性，所以这届是由副院长蔡其昌带4大党团的领导人来接待来欢迎。佩洛西伫要早起9点的时行入去立法院，伊嘛有向现场的媒体握手致意。接下来伊就去2楼的大会议室，甲蔡其昌还有立法院朝野党团的总召集人见面。佩洛西按算10点的时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统蔡英文嘛伫台北宾馆设请伊食饭食到，那针对台美的合作，也有相关的议题的2个人交换意见。佩洛西访问咱台湾，对咱台湾意义重大。这是1997年4月份，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瑞启来台湾访问了后，计20个党，还有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来咱台湾访问。那美国的政坛，这伊的地位是敢若是排第3，敢若是伫总统甲副总统后边。
点点。总讲，这是伊是真重要的人物，对咱台湾有真大意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10点的时，伊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若中国因为这件代志是掉脚断地，另外佫甚至呛声讲，佩洛西来台湾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中国民众接受访问的时嘛，拢气噗噗表示反对。要搁咱台湾民众是表示有人客来，咱当然是真欢迎。不过嘛，咱台湾民众是认为佩洛西这撮专工来台湾是专工咧替以民主党的选举来求票。真侪民众排队等买2人酥，中华业者用行动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做优惠。佩洛西来台湾点1点钟，买一盒送1粒。这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事情，干中国什么事情？然后他这样长期来骚扰我们台湾，觉得就是看不下去了。味道增加了友谊跟友情。传出佩洛西初日暗时会到台湾，初3可能甲总统会面，各规划拜会国会，下晡离开台湾。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已经予中国真侪解警告，放掉会有严重后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会对台湾造成的影响也引起讨论。客人啊，他要来，我们当然欢迎啊。民主党的这个声势比较差嘛，对啊，尤其拜登年纪大，然后可能他的那个民调也是30几%嘛。台湾这个牌这么好，为什么不被打呢？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台湾有信心啊。Many of us can tell that Taiwan is just a chess piece. Pelosi is using the Taiwan issue to distract American voters and gain another political bargaining chip for herself. 不过，对于佩洛西规划访问台湾这件代志，大部分中国民众表达反对立场。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是给他强硬的警告，或者实在不行就是武力逼迫台湾的什么。外界嘛关心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会引起台海局势紧张，有台湾民众烦恼台海紧张会影响经济股市，不过嘛有民众感觉无应该伤过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向请咱同齐来看世界。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按算伫年底时有计划讲要来咱台湾访问，那中国驻英国大使昨午提出警告，讲安尼引起严重的后果。在关心俄罗斯甲天然气供应量减少8成是影响各国欧洲能源供应。欧盟真侪国家即马也是按算要重新启动烧炭电厂。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按算阁要选总统，那美国有5个州共和党初选伫11月份会举行，这嘛会考验川普即马对政坛的影响力。镜头搁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代替企业工会伫昨昏召开理事会，因是不满交通部针对讲准讲后摆代替公司化了后，薪水福利这代志拢无法度挂保证，所以即马工会是决议讲要启动罢工，因伫9合一选举迄天会罢工，那中秋甲双十节9合一选举，因拢按算要依法休假，唔加班。5一劳动节类火车代替火车事运的情形，恐惊伫中秋连续假期又出现。代替企业工会伫早起召开理事会，确定要伫中秋、国庆9合一选举集体休假无加班，同时启动9合一大选日罢工法定程序。礼拜3要送劳动主管机关劳资争议调解，无成功就要开始准备罢工投票。若是中秋连续假期，工会坦白讲出勤的人数会比5月较少。5月1号不加班的部分是11个人出勤，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低于11个人，比5·1不加班的部分里面的车辆的行驶的密度还要更低。工会不满交通部增加营收福利金自然增加的讲法，认为爱随调整薪资甲无3万的营运人员财务。交通部回应，礼拜2甲代替局长杜美开会，资方认为劳资的意见已经愈来愈晚，所以会阁甲交通部处长吴湘林前往代替企业工会拜会沟通，希望化解连续假期集体无加班的事运危机。大概他们的一些讲法现在这个部分就是慢慢也会有一些共识。继续沟通，迎合新的时代需要更活化，所以要公司化。交通部对于相关台铁的公司化运作，都已经有对台铁员工相关的承诺。
苏先生讲，公司化会互代替员工愈来愈好，因为交通部已经对代替公司化了后的薪资福利有规划，代替公司化会照时间一步一步行，互运作更较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第大车饼来看，以高雄市中正国小为主所组成的高雄市消防队去参加，代表咱台湾参加2022美国小马联盟主办的世界消防锦标赛。囡仔是一路拼入冠军战，也毋过尾啊，伫对美国加州队伍的时是输去，落尾是摕到第2名。也毋过，另外，桃园平顶高中的棒球队嘛有去拍小马联盟的世界青棒锦标赛，咱是以5-0的成绩拍赢美国德州的队伍，伫这部分摕到冠军。高雄市中正国小消防队参加美国小马联盟主办的世界消防锦标赛，因厝内人伫客厅甲因加油，即嘛当伫拼冠军赛。那边的气候真的非常的炎热，所以孩子打得非常的辛苦。那所以这次不管成绩与否回来，我们都要好好表扬这群孩子。家长看到的这画面，是因学校的主任把手机踩伫本垒后壁翕的，而且主任还佫兼做转播，讲解比赛情形互因听。投出，打击出去，落地形成安打。高雄市消防队伫冠军赛对战美国加州普拉新队。普拉新队伫3局顶半局，一个手冠4分，先发投手苏子敬嘛去互拍落来。比赛到上尾是4分比11分输去，摕到亚军。做领队的中正国小校长吴显明比赛了后嘛讲，虽然无摕到冠军有淡薄仔遗憾，不过这些学生已经真拍拼。落败了，那屈居亚军。那我们表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再学习的地方。我们来美国最先要克服的条件是适应时差，再来就是适应高温。虽然没有如预期要拿冠军，可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同一个时间，桃园平顶高中棒球队拍入去小马联盟拍马级世界青棒锦标赛冠军赛，尾手是5-0拍赢地主德州拉雷多队，摕到冠军，完成3连霸。虽然小马联盟比赛甲世界排名积分无关系，不过台湾3级棒球的实力是大家拢看在眼内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来关心受天气的影响，今年酸野产量有比往年也佫较少。台南市为着要帮助消酸野的销路，是有举办爱文酸野评鉴比赛，请49个农民来参加。若是比赛是比这酸野的甜度，也佫有外表，要竞出上佳优质的爱文，嘛要趁这个机会宣传台南的酸野，鼓励民众爱支持在地农产品。评审甲放伫盒仔内爱文一粒一粒摕起来详细看，切来试食，搁斟酌拍分数。今年台南的爱文酸野评鉴比赛，吸引49个农民甲18粒的酸野来参加。评审会根据外观、甜度、验证标准等等项目来评分，选出台南上优质的爱文。所以我们这次参加比赛的农民大概都要经过381项的农药残留的检测就是比如说他们对自己的管理很有信心对消费者在食安方面也比较安全我们希望透过这种竞赛，让更多人知道说台南的芒果已经进入一个盛产期爱文因为甜度高、果肉幼、佮有红菜头素、维生素 A 甲膳食纤维，是真侪人热天时会选择的果子。也若讲到要安怎种出好食的爱文，得着伫顶种的空罂葱是真谦虚。讲家己种酸野10年，无虾米配补，脚踏实地上重要。较重要的是有那土质占较大部分啦。咱的管理方法、管理栽培呢嘛是爱时间到咧，该处理的拢爱处理，照步来啦。伊的果肉食起来足油的，伊的糖度各方面拢真好，虽然今年受天气的影响，酸野的产量比往年较少，不过市府煞无停办今年的评鉴比赛，目的就是要让农民的辛苦有价值，同时也鼓励民众会当直接向农民买爱文酸野，同齐支持咱在地的水果。记者综合报道。
那病院一向拢是互冷冷冰冰的感觉。屏东基督教病院即马就甲航路走廊打造做简单的美术馆，有展出身心障碍者所画图，超过20幅美丽也有特色的作品，互经过的患者也是医护人员会当透放心情，嘛互身心障碍者即马有一个发挥的舞台。伫咧屏东基督教病院1楼大厅，走廊的壁顶会当看到100搁100美丽的图画，这拢是屏东胜利之家的身心障碍者所创作的。这个展览是累积因一年所画的图，每一个作品拢呈现出无同的个人特色。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问你们今年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大概有7、8个，他们就想我要开画展。我们这次的展览里面主要是以心智障碍类跟多重障碍类为主，然后他们有用粉彩蜡笔，还有用彩色笔，还有用拼图来呈现他们的梦想。身心障碍朋友甲原本无法度用言语表达的情绪，透过彩色笔、豆片仔来分享。经过这条走廊的患者或者是医护人员，拢会斟酌甲欣赏。那现在有这些美丽的就是作品画作，然后看完之后就可以短暂的跳脱工作上的压力，就是不会让这个走到单调啊，然后顺便有些艺术欣赏。五花杂色的图画，替白苍苍的病院加一盏砖塔，毋那疏解病人甲家属紧张的心情。也互愈侪人通看到身心障碍者对梦想的坚持，阁有因眼中的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2年一届的台湾美术双年展，伫今年11月份的时会举办。这届是专工邀请30多组艺术家甲团队来参加，要展现咱台湾艺术的多元性。蜘蛛网这件事情，在古老神秘学里面，宇宙万物或者说日常都是编织串联起来的。真侪线条的高甜、甜蜜，像蜘蛛网，嘛像网络的连接。这是2022年台湾美术双年展主视觉的意象。物跟情之间的游移飘动，必须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去处理一个小型的仪式。那这个小型的仪式呢，它其实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语言跟歌谣去做大家的连接。2年举办一届的台湾美术双年展，今年11月初5会伫国立台湾美术馆举办。这届邀请30多组艺术家甲团队，以问世间情不为何物来发想，进行世间甲神性、人甲非人等等的探讨，嘛重新看待这片土地，甲住伫这个土地的人。关心我们的土地，关心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现在到底是什么意义？科技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感情生活？那这个连结呢，就包括说现世存在的这些各个族群的连结，以及说我们跟生态、跟各个其他物种的一个连结。艺术家会以表演、行为、装置、甲舞蹈等等多元的艺术方式，甲国美馆为典型的展示空间转化做一个实验平台，希望会当甲台湾丰富、多元、下列些元素的艺术形态完全展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加上即马是热热，咱国内旅游是热扑扑。也毋过有民众党昨昏开记者会，是表示讲要提醒民众，最近诈骗集团有用无共款的方式咧共骗，因是锁定一寡饭店主文房间的网站，呼吁政府爱想办法保护民众个人的资料，嘛提醒民众爱注意这款新的诈骗方式。管线叫人家来投资等诈骗形态真多，最近各路订房又出现诈骗。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找你开记者会，请警政署说明。他侵入到就是这一些饭店的这个系统上取得民众个资之后再回去打回去给这民众交通部伫咧撒各路补助，环保署国家了，国内旅游市场正夯。诈骗集团看到这个办事就走来骗。警政署讲，本来拢无相关案件，也毋过4、5家就接到100多通民众被骗的通报，因也列出诈骗手法上最前3名，分别是假投资、假交友投资，抑个改度分期付款的诈欺。只要你收到诈欺简讯，然后他有这个请你加入这个赖群组的话，他一律都是诈欺一律都是诈欺。民众党讲，照警政署的分析，民众被骗的原因主要是确保伫咧注重风险，也希望政府应该自源头管理，有效宣传防诈骗，
提升民众对风险的注意。警政署讲，伫顶半冬已经查万外条的诈骗简讯，诈骗语音也停要到3000通。对一寡宣导甲无啥够的所在，会继续透过各种管道提醒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台湾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也毋过，有规定讲，准讲同性的情伴内底有一个是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因的国家是无允准同性结婚的，安尼因就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目前嘛已经有4对情伴是外国人的，透过拍行政诉讼的官司已经拍赢。民间团体伫昨昏有开记者会，呼吁内政部爱用函式的方式来改，或者的外国人情伴的情人嘛会当登记结婚。对于这个未来，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未知，感到很无助。跨国判例 Amber 甲 Tomo 已经做伙6档，因为日本法律无允准同性婚姻，致使因嘛无法度伫台湾结婚。民间团体表示，因知影的台日同性判例就有21对，因为安尼无法度结婚，因需要透过各种方式，才会使甲家己的判例做定生活。3年前，我们决定用成立公司去拿到这个工作的签证。疫情下，我们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续签方面，我们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但因为疫情等签证的因素至今就被迫分离，至今无法相见。而我呢，我上一次与我的伴侣见面已经是900多天之前了。台日同性判例有结因三郎甲阿秋，正正嘛互行政机关拒绝登记，因行行政诉讼。7月2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因胜诉。法院认为，日本无允准同性婚姻是违反台湾公序良俗，判定无应该适用日本法律。同志权益团体呼吁内政部伫完成相关法律修改进前，应该透过函式，互破决的要旨适用全体跨国同性判例。这个已经是累积下来第4个胜诉判决了，没有一对跨国的同性伴侣在我们的法院被拒绝结婚。有吉先生如果可以依照涉外第8条。排除适用日本法而结婚，那么在座的所有的台日伴侣为什么没有办法结婚？内政部回应，要是要以司法为主，无按算透过函式的方式来处理。因表示，司法院推出的司法草案目前进度在行政院，但是这个草案是去年10月送到行政院，高达超过年半也无进度。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来关心社会上有一寡囡仔成长的过程是无老爸甲老母。即马有民间团体是发起陪这囡仔读册计划，透过辅导甲陪伴，要互这囡仔伫安心的环境健康大汉。就11岁那一年的时候看过一次，然后就没有再看到了。妈妈是在9岁那一年才看过一次，然后就没有再来了。影片内底阿林爸母离婚了后，甲姑婆阿伯相依为命，靠家庭代工欠长内度过日。基督教救助协会发起陪读计划已经18档，希望透过课后的辅导，陪伴像阿林安尼的囡仔大汉，让这些孩子真的不需要天天过着下雨天，而能够真的得到午安晴天。协会伫118年顶学期帮助2000外的学生，内底超过一半的囡仔，毋是伫乡亲的照顾之下大汉，嘛有一半以上经济状况无好，嘛无摕到政府的补助。这摆协会邀请演员王晶担任代言人，鼓励这的囡仔勇敢面对挑战。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一定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甚至在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苦难。可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所说的暴雨之后一定会有的晴天。然后在这个社会之中，有一群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支持大家一起成长。王晶伫记者会最后送一台消防车的模型给阿林，鼓励阿林勇敢对望，完成做消防员的梦想。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检讨来新竹来关心时代力量新竹市党团有开记者会，表示新竹市进前有请真侪代理老师来教册。不过今年因为别的县市拢在找老师，所以在新竹市的代理老师就去别的县市因头路拢离开啊。目前新竹市27间国校啊，阁欠88个代理老师。看起来9月份要开学啊，因是会惊影响到学生囡仔的权益。时代力量党团指出。新竹市去年国小代理教师占16.54%，比全台平均14.5%悬。
今年国小正式教师却敢若开出2个人影，其中有27所国小欠88个代理教师。其实新竹市在讨论的教师缺额正式缺应该是112位，但实际上只开出了32位，其中只有2名是一般的正式缺，这是在国小的现状。而在公幼的部分是完全没开出教师缺。为了精简教育人事费而严密的控管缺额，像今年全台湾很多县市都开了上百个缺，可是我们新竹市呢只开了32个缺。教处回应，今年的教师争取在7月初办理完成，嘛顺利找到32个国小教师。代理教师的部分，学校嘛已经开始办理精选，开了32个缺，那也在7月6号的时候进行初试，那也顺利的完成。那国中的部分，我们是以室内联合甄选的方式，那开了21个缺，那所以今年新竹市总共开了53名的国中小的教师缺额。那未来我们也会在教师缺额的部分再来审慎的评估。教育处讲，目前正在研究，自明年开始，让新北市优秀的代理教师。在精选的过程中，另外加分数，希望表现优秀的代理教师会使第一优先留在新北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早起看世界，镜头来巴西。巴西有一对头骨小店的双生影。最近伫巴西甲英国医生透过虚拟实境合作之下，经过27点钟的手术，落尾成功甲因2个人分开。医生嘛表示讲，这项手术有影是真无简单。巴西这对头壳小念的双生兄弟出世3年外，完全无法度面对面相见。捌6遍成功为连体红影实施分割手术的英国权威医师，也甲巴西脑科研究所的医疗团队，起先拢讲要甲因分离是无可能的任务，因为兄弟2人头骨是连做伙，共用重要的血筋，手术真复杂。不过到尾2边的医师决定小试看卖。Eu fui conversar com ela. Eu falei assim, Adriele, eu acredito que talvez a gente seja capaz de separar essas 2 crianças. E assim, Renata, eu aprendi uma frase: quando você tem 1% de chance, você tem 99% de fé. 英国甲巴西医疗团队决定用电脑断层加资金造影技术做基础，透过虚拟实境共同替2兄弟动手术。其中一个医师形容这个手术那亲像登陆火星遐尼困难。在正式手术开始前，因用几个月时间练习。在知影这个手术充满变数，因的妈妈走伫边床前，烦恼甲强要哭出来。Nossa, nesse dia eu fiquei tão desesperada.Porque eu não aceitava aquele diagnóstico, né? 这个难度真悬的手术，伫顶个月拢总进行7届，到尾最后一场是27点钟，动员将近100个医护人员。好在在规个过程真顺利，这对连体红影总算会当面对面倒做伙。医护人员手术成功了后，才哮喘，大家欢喜甲受染。主治医师是讲，目前兄弟还阁伫复原，才有可能还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甲复健。因重新得到新生活，未来挑战才当要开始。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意大利有一个慈善团体，最近伫联合国赞助之下，是替罗马难民收容中心的女性难民，教因安怎做家乡故乡的传统的小食面。收容中心嘛，望这查某女性的难民会当靠因的手艺找到工课，改善经济状况，会当顺利伫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古来查某人伫这间大间厨房内面拿面粉、煮物件，看起来敢若无啥物特别。但是其实这几个查某人，拢是原本伫无同的国家，为着要闪避战争，也是各种灾难，才走来意大利的难民。Vengo dal Afghanistan 11 mesi fa per salvare mi. Vengo dal Sudan, sto in Italia da 5 anni, scappata della guerra. 这是由联合国甲意大利一个慈善团体共同发起的计划，总共有12个为世界各国来到意大利，目前住伫难民收容中心的女性难民参加。透过1个月训练，这个女性难民伫这练习做因家己故乡的传统点心，提供场所互因练习的餐厅头家讲，这个女性难民拢是伫经济上非常弱势的人，
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培養因做專業的點心師傅，幫助因會當喺經濟上獨立。L'abbiamo avuta proprio come dare uno strumento economico maggiore, perché queste donne vivono all'interno di famiglie piuttosto in difficoltà e non hanno nessuna risorsa economica, ma sono bravissime a fare i dolci. 為着要吸引大眾的注意，發起這個計劃慈善團體，佮特別舉辦試食的活動，邀請一般民眾、媒體記者，甚至是美食專家來參加。試食的結果，大家反應攏真好。I dolci erano buonissimi, tutti molto buoni, alcuni con dei sapori assolutamente mai assaggiati, inaspettati, inattesi, una vera sorpresa. 發起這個計劃慈善團體，按算在9月，要替這參加訓練的女性難民安排到當地的餐廳面試，希望會當幫助因順利找到頭路。記者甘恩恩編譯。人講行行出狀元，來看一個種山野的牛人。這是佇印度北方省山野山區有一個82歲的果子農，伊號做卡恩。伊注心規世人攏在研究安怎種山野。伊佇共一張果子樹頂頭有培育出300個品種。2008年的時，伊閣摕到印度政府頒予伊最高平民榮譽獎。而且即馬閣互邀請去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教當地人種山野。82歲卡里姆烏拉卡恩，逐工透早就起來，祈禱了後，就散步去果子園，看一張110歲有9公尺高的山野樹，粗養的樹身向四邊延伸，葉仔有無共款一塊甲崩開，有的部分是金黃色，有的是暗綠色。為1987年開始，這張果樹就是卡恩的歡喜甲驕傲。伊透過接機的方式，佇這張大樹培育300個品種的山野，每一種的大細、色水、口感攏無共款。नर्सरी पुश्तैनी काम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तालीम नहीं हो पाई। 7वीं जमात तक पढ़े और हम फेल हो गए। नाबालिग उम्र में गोया हम उस वक्त 17 साल के थे। 早期一個品種卡恩用寶萊塢女名車，甲1994年世界小姐冠軍兩男名艾斯維亞來號名。印度總理莫迪頒給英雄殺親坦杜卡等人的名，也攏可以用來為山野號名。伊自少年時陣就對山野有興趣，努力培育新品種。這技術為得到真濟學徒，其中之一是伫1908年得到最高的平民榮譽獎。卡恩自信表示，就算佇沙漠，伊攏用種出山野。印度是全球上大的山野生產國，全球一半的出口量攏來自印度。卡恩的故鄉佇北方省的馬里哈巴德，超過3萬公頃的果園，都佔全國總生產量的1/4。啊，不過今年佇熱浪的侵襲之下，山野嚴重欠收，當地有9成的山野攏去了，山野種類也減少。卡恩將問題指向種傷過密，甲用傷濟俗家肥料甲杜糖劑。伊認為傷過濟果樹開做花，就無空間互養分甲露水留佇個葉仔頂懸，那安尼山野就袂大咯。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今年熱天真熱，歐洲一寡所在攏稱高溫，這是造成關山的冰攏揚起。親像佇阿爾卑斯山一寡較經典的路線，即嘛是煩惱講，因為說這冰揚起的速度傷緊，會造成土石鬆軟，所以會造成危險。所以這路攏已經先封起來啊！若一寡自本是帶人咧爬山，靠這專家的導遊，因就認為講，真正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無人客，即嘛有人客，佮因為封路的關係，佮無生理通做啊。聽到甲冰箱差不多大嘅鹽石為白龍峰嘅山坎連落來，而且安尼情形是愈來愈多。原本計劃去爬山嘅人是攏驚甲唔敢去。Settimana dobbiamo dire che le temperature sono calate oltre i 4.500 metri, lo zero termo. 歐洲最近喺熱浪衝擊之下，即使甲冰川也用驚人速度揚起。瑞士爬山向導協會表示，已經針對阿爾卑斯山差不多12個山峰發出示警，恐驚有鹽石為冰層落來。一寡上經典的阿爾卑斯山爬山路線，即馬被迫暫停開放。這情形以前是8月才封起來，即馬說是提早到6月底開始，而且7月是一條咧發生。They cancelled the trip to Mont Blanc because of the weather. Puisque toutes les us et coutumes de tous les guides, c'est de dire que c'est
en mauvaise condition qu'on n'y va plus. 当地有2间游览公司已经在7月中暂停起伫法国、意大利甲瑞士交界布朗峰的爬山路线。另外，要爬山向导建议游客唔通为意大利甲瑞士去马特洪山的路线。向导业者表示，过去2年大家业绩受疫情冲击，真无简单，慢慢恢复。今嘛搁拄着全球暖化带来洋冰危机，法国南部白乐峰山脚度假胜地橡木泥多是旅游大街，想要挑战高海拔进行游客到这个所在无法度爬山，感觉真失望。业者也怨称生理是真歹做。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至31度。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昨暗飞到咱台湾，伊早起是去立法院访问，有甲各国朝野的头人见面。伫夜暝10点的时，伊会去总统府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来看伊早起进入立法院的画面。感谢同志收看，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